来看这个月2日，金门的海边有发现一只猪仔的尸体，经过检验，确诊有非洲猪症的病毒。这是今年金门的第一例，所以即马开始到7月初1，金门的猪仔甲猪肉产品拢暂停送去台湾的本岛甲外岛。伫咧金门烈士青旗画边的海沙坡，发现已经死去的猪，农业部动植物防疫署接到通报，水管来采集检体。采刷就把猪的尸体现场烧掉抬起来，并且对周边的区域加强彻底消毒。这年典型是因为东亚村台湾跟日本两个国家无非洲猪瘟。现场的部分我们已经完全的消毒，然后这一只海漂猪也已经彻底的焚化，然后已经就地把它消毒掩埋了，所以现在一切都合乎我们的作业程序。农业部采样检验了，验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而且基因序列加去年对中国入境的旅客违规所在有非洲猪瘟病毒的防水糖基因序列同款，研判可能是来自中国的海漂死猪。目前国内海漂猪验出非洲猪瘟病毒阳性案例，包括这个总共18例，其中金门县15例，连江县2例，新北市1例。那经研判是由西南风这边带过来大陆的海漂猪。那经过我们现场就是采样送到农业部的兽医研究所去进行判定之后，为非洲猪瘟阳性啊。金门县防疫所派人去访视，发现地点半径10公里内13个饲猪场，并无发现异常的情形。为了应验非洲猪瘟，农业部也依照规定，自即马开始到7月初1，暂停金门县的猪加相关猪肉产品输往台湾甲离岛。至少要1礼拜拢无发生疫情，才能解除管制。记者综合报道。